你带来了。哎，那见面了，还是让我帮你？说不定还是我帮你呢。我们坐那边，文文，你帮我在这儿看一下，你先玩一会儿啊。啊。我在香港调查宝龙集团的伪钞案时，就知道钟美玲手里有个电脑，那里面有制造伪钞的程序和发货的渠道。你要得到这个电脑，如果得到了，问题就都解决了。我的问题，你的问题，可能通过官方的渠道是办不到。你想让我拿到这个电脑，并且证明宝龙公司就是他的后台。还没说完呢。还没有，你再玩一会儿。钱世红死了，电脑一定回到了钟美玲那儿。你看有什么办法？办法？钟美玲在岛上有个别墅，你说的是什么办法？这一次一定会有收获。好，那我去打探一下钟美玲晚上的行踪。如果她不在的话，晚上8点，我们准时行动。我走了。谢谢文文。终于好了。哎，不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？以后吧。你也是有过多年斗争经验的人，现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么大的决定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潘局长，这是香港方面传来的关于熊叔从70年代到现在的案例。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物，现在正在酝酿将码头上的原油出关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如果我们不趁机封掉宝龙公司的话，将来破案的难度会更大。陈维芳同志，我决定还是要请示澄清。宝龙公司的罪案积累了那么多线索，为什么迟迟不动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抓住人家真正的犯罪证据。这次走私原油，无论什么理由都是犯罪，这就是直接证据。我已经犯过1次错误，我不能再犯第2次。我们必须马上封锁宝龙公司，然后再查下去，才会变得主动。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来请示。陈维芳啊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离我们承诺的7天破案的时间还有多少？现在的一切就是应该以大局为重。封锁宝龙公司，一定要请示，你不能私自做出主张，必须等待命令。我也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，时间，这可关系到宝龙公司内部几条人命。
阿龙那边还没消息，不过熊叔捎话过来，让您晚上参加六叔那顿饭。是他们老人家自己解决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话是这么说，大概是六叔捣的鬼吧。东西，他今天晚上到头了。大姐，还有件事。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指望那小丫头把货提出来，恐怕咱还得找赵文忠。这件事儿我自有安排。她是市长的女儿，把她拉拢过来，对我们以后的事情会有帮助。你忙去吧。美玲姐，美玲姐，你不高兴啊？哦，没什么，不用你操心。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我们是姐妹吗？既然是姐妹，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，跟我说吧。我们有批货被海关给扣了，怎么搞的？说是手续上有问题，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事情。可是这批货人家正等着要呢，偏偏却出现这样的麻烦。啊，这事儿可没什么难的，我帮你吧。不行不行，你又不是宝龙公司的，况且你也没这方面的经验。我处理过，我帮天罡公司都提过货，海关的人我全都认识。只是这事儿，千万别让我爸知道了。哎呦，快下班了，我得赶紧去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提货单。菲儿，谢谢你。 我很高兴帮你办点事儿。
不行，这个事牵扯太多，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。再说，你是一个小姑娘，又不是宝龙公司的人。总之，这批货你不能停。美玲姐可是交代了，赵叔叔，我觉得你应该配合公司的行为。大小姐，公司又不能保我的乌纱帽。再说，真出了事儿，你让我吃谁去？会出什么事儿呢？不就是手续不全吗？明儿我叫他们把手续全补全了。赵叔叔，我求你了，来喝口茶。出什么事儿？你知道这批货是什么吗？只要不是枪支弹药、杀人放火，我觉得都可以。再说了，赵叔叔，我要是连这件事情都帮大姐办不成的话，你说你这介绍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这样吧，我给你开个单子，但是货你不能提，除非拿你爸爸的命令来说事儿，否则的话补足手续再说。来，坐。